台南拥抱传统，也拥抱新生。当制造现场和学研能量在同一张桌上对话，改变就发生在今天。每家工厂的瓶颈都不同，但解法需要被系统的找到。市府联手大专院校、协会与技术中心，成立中小企业服务团，提供即时在地服务，陪企业走完每一步。从第一场共识会到最后的成果交流，每一步都把需求与资源对上。专线接通的是每家企业的下一步。当服务在地，培育人才成为日常，台南产业的竞争力就在众人的手上长出来。